對於國務院上個月批覆同意本澳填海造地，有地產業界人士認為體現咗中央支持澳門發展，建議政府對新嘅填海區域未來發展做好規劃。林靚靚報道。國務院喺上個月批覆同意本澳填海造地，實際面積有350公頃，以建設澳門新城區。有地產業界人士認為，體現咗中央支持澳門發展成旅遊休閒中心。中央今次支持咗澳門28平方公里，批咗3公里有多嘅地方俾你，增加10%有多嘅。喺咁嘅情況下呢，即係好大支持，正因係一個策略性嘅定位嚟嘅。再批埋個橫琴，係先試先行，將嚟呢個呢，又係澳門嘅後花園，旅遊中心嘅後花園。政府早前又話，未來新填海區域會預留適當嘅土地，配合本澳產業適度多元化同埋興建公屋等用途。鍾小健認為，政府應該規劃好區域嘅未來發展，特別喺住宅建設方面，建議好似香港一樣掛牌勾地，由市場去調節供求。政府唔好太過主動，應該由市場調節。咁你最好嘅健康呢，你應該係掛牌勾地，就係俾一定嘅數量。係要分期分批咁樣去做，覺得需要消化到咁上下再俾啲，消化咁上下俾啲，就唔好話一聲一齊供出去。而且咧，你公開拍賣同埋勾地出嚟咧，係有個透明度。佢認為應該由政府定底價，發展商再投標，過程應該公開透明。內地亦都係趨向呢種做法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林靚靚報道。